盡覽一周新聞大事，精闢分析，獨到見解。天下風雲盡在 GM 看世界。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 GM 看世界。傑哥，今個星期有啲咩大新聞呢？呢個星期大新聞，我諗都係最關心嘅就係嗰個第二次嘅紓困方案啦，係嘛？係啦，咁我諗咩嗰2000蚊呢，都係我朋友呢喺身邊都係討論，喂，究竟嗰2000蚊袋唔袋到落袋呢？呢個情況究竟發展成點呢？嗱，首先我哋講呢個疫情之下，美國政府推咗紓困方案出嚟啦。係第一次紓困方案，記唔記得你攞幾多錢啊？1200蚊啦。咁當然呢個要合乎呢個條件啦。如果你係揾錢揾得多嘅，每個家庭或者係個人呢係過咗某個限額呢，咁就攞唔到。咁但係一般嘅家庭基本上都攞到1200蚊一個人。1200蚊一個人，咁啊如果一家4口就可以攞大人可以攞1200蚊啦，細路仔可以減半咯，佢哋應該咁嘅。咁今次呢個紓困方案咧又出嚟啦，咁同樣有筆錢咧係我哋大家可以一次性攞到嘅。咁而家通過咗係幾多錢呢？係咪2000蚊啊？咁咪2000蚊啦，第一次600蚊啊嘛。600蚊嗰個，因為2000蚊未正式通過。2000蚊起碼喺參議院未通過。嗱，我哋由頭講啦，呢個紓困方案第二次紓困方案通過之後呢，就我哋見到話每個美國人可以攞600蚊，咁就今次就唔分大人細路啦。如果你一家4口2個大人2個細路呢，就每人600蚊。咁同第一次比，當然係大人少咗一半啦，少咗600蚊啦。咁問題就係話呢個方案當國會同白宮嘅團隊達成共識之後呢，阿川普跳出嚟，即係川普話唔啱，點解每個美國人攞600蚊咁少呢？我覺得我哋偉大嘅美國人應該攞2000喎。係咯。咁你同唔同意？咁我梗係同意啦。即係喺咁困難嘅時間，咁如果真係政府可以幫下我哋呢啲小市民，梗係開心㗎。我相信冇人唔同意嘅，咁所以呢，阿川普噏完之後呢，阿佩洛西就話佢好冤枉喎。佢話：喂，其實我同阿姆欽即係美國財長談判嗰陣時呢，我一直問，其實川普想大家攞幾多錢啫？阿姆欽話：你自己睇咯，我點知啊？咁即係白宮成日唔表態，咁啊阿佩洛西就都唔知噏多定噏少好。咁佢係噏少，點解呢？其實呢個紓困方案爭咗好耐㗎啦。點解呢？民主黨提咗一個紓困方案呢，哇，嗰條數大到呢3萬億。3萬億個開支，其實大家聽落，哇，3萬億咁我哋有咩好處呢？我哋先唔好講有乜好處，呢3萬億以後呢，都要喺我哋嘅稅收度攞翻嘅，因為係國債嚟噶嘛。咁而共和黨就話唔得，最多1萬億，咁甚至係7000億。咁所以單拗嚟拗去就拗到個9000億出嚟，9000嘅結果就每個美國人就攞600蚊一次。係。咁阿川普話唔滿意之後，咁佩洛西話關咩事啫？你又唔講，咁你一講咗，我咪同意咯。喂，咁但係如果係2000蚊一個人嘅話，咁總共係幾多億咧？嗱，2000蚊一個人咧，我哋講單係呢條數啊，我哋先唔好講其他。係爭咗大概係1700億嘅缺口。即係要加翻1700億落去。係。咁所以咧，阿佩洛西話同意之後咧，好奇怪啦！你知道阿川普講嘢，佩洛西好少話同意噶嘛？係啊。更加奇怪嘅係咧，國會民主黨咪有一班激進嘅左派議員叫4人幫啊嘛，即係嗰個酒吧女仔嗰個叫咩阿柯蒂茲，係個名好怪嘅。反正佢有4個女性嘅民主黨國會議員咧，就激進左派嚟嘅。咁被稱為4人幫。呢4個人呢，我諗由我知道佢嘅名以嚟咧，我未聽講過佢話支持川普嘅任何嘢嘅。係喺今次。天破天荒啦，就話我都支持咁所以你川普話2000蚊咁多民主黨我支持，咁應該過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喺國會參議院呢，就棘咗喺度啦。點解呢？嗱，首先我哋講呢排如果大家睇到好多媒體，特別係中文媒體呢，話阿麥康納爾即係美國國會共和黨嘅呢個參議院主席啦，反對每個人攞2000蚊。嗱，我覺得呢啲中文媒體就好陰險。係呢個反對其實係講啲唔講啲。係啦，即係佢係從歪曲角度，佢想講俾大家聽。其實呢啲媒體想造成一種咁嘅印象。民主黨好關心我哋㗎，共和黨就好唔好㗎？民主黨咧就想發2000蚊俾我哋㗎。你而家共和黨幾衰？阿川普都話發2000，佢哋唔俾。我都見過呢一個嘅媒體咧，即係嗰個 headline 啊，即係嗰個題目咧就係話共和黨唔同意，咁啊棘住喺嗰度。係啦，所以呢家中文媒體咧，我唔知佢呢幾年咧變到越嚟越中意講假新聞，即使係真新聞咧，佢都用啲假嘅呢個標題。標題令到大家誤導咗大家先，但係其實你睇下內文咧，都唔係嗰樣嘢嚟嘅。冇錯啦，嗱，首先我哋講點解麥康納爾反對咧？麥康納爾確實反對嘅，但係麥康納爾唔係反對每人發2000蚊。係咁佢反對咩嘢咧？嗱，首先我哋講今次呢個第2次嘅紓困法案咧，佢大家都冇留意一樣嘢，佢捆綁咗一件事喺裏邊。
就係2021年嘅聯邦政府開支。係。即係話你通過呢個紓困法案呢，2021年嘅成個聯邦政府嘅開支呢就通過咗啦。如果你唔通過呢個紓困法案呢，聯邦政府2021年嘅開支呢亦都唔通過。咁如果唔通過嘅話，結果係咩呢？聯邦政府又要閂門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如果呢個第二次紓困方案送到川普嗰度，川普唔簽嘅話，就會喺呢個禮拜已經過咗個禮拜二呢。就聯邦政府就要關門啦。哇！我記得咧，之前曾經關過一次好長啊，有冇個幾兩個月啊？你記得好啱，係個幾月，係創咗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關門嘅紀錄。呢個紀錄係由川普創嘅。嗱，不如我哋岔開話題講下啦。你覺得川普會唔會在乎聯邦政府關門呢？梗係唔在乎啦。如果唔係，之前唔會關咁耐啦，係嘛？係啊，之前就係因為川普同美國國會眾議院即係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大家有啲嘢有拗撬。咁嗰個聯邦開支法案就一直簽唔到出嚟，咁所以聯邦政府關咗門啦。嗱，講翻轉頭，今次美國總統大選，我哋見到成個聯邦官僚體系咁憎川普，要夾埋民主黨一齊趕佢走，同呢個有史以嚟係啦最長嘅關門一定有關係嘅。呢個聯邦官僚好憎川普，但係今次川普喺聯邦政府關門之前就簽咗呢個法案。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話川普好多嘢好受爭議。甚至而家有啲人話，川普會動用呢個軍隊戒嚴、軍管推翻大選結果。我覺得呢啲係對川普最大嘅抹黑。因為川普係一個好守法嘅總統，佢絕對唔會用一啲非法嘅手段嚟維護自己利益。如果唔係嘅話，佢點會擔任總統呢4年？佢個人嘅資產一直喺度貶值，佢喺富豪榜嘅排名一直喺度落後。咁所以其實川普係一個會照法律去做。但係我有聽過有好多人喺度講咧，喂，其實咁多舞弊已經佢哋係犯緊法，喺犯法嘅條件之下，係咪川普係可以名正言順去動用呢個軍隊呢？啱嘅，呢個川普手上嘅行政權力呢，就賦予佢一旦國家出現呢個叛亂，出現外國政府嚴重干涉咗美國嘅大選，或者係令到美國國安受到威脅，總統有行政權嚟宣布戒嚴嘅。咁但係敏儀，我哋要問翻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話國家已經進入呢個一個國家安全嚴重受損嘅階段，你嘅依據係乜嘢？雖然而家好多大選舞弊嘅嫌疑，有好多我哋好明顯見到舞弊嘅證據，同埋啲違憲嘅證據。但係而家我哋面臨嘅現實環境就係美國成個司法系統對呢啲嘢全部不作為。咁係咪其實即係話我哋一定要喺司法部有人證實呢啲所謂嘅舞弊係啦咁樣，咁啊川普先可以喐嘅軍隊呢？經過調查。出咗個結論係有外國勢力干預咗大選，的確大選當中有舞弊影響選舉結果啦。舞弊呢家嘢大家係清晰啊，有舞弊冇影響選舉結果係一回事，有大規模嘅舞弊直接影響選舉結果係另一回事。美國大選、美國總統大選每年都有舞弊嘅，之前我哋喺節目裏面講過無數次啦。2016年德州就已經10幾萬非法移民投票噶啦，只不過呢啲選舉嘅舞弊有冇影響大選結果？你德州雖然有16萬非法移民投票。德州一樣2016年川普贏啊嘛，冇影響啊嘛，所以呢個咪俾大家忽略咗錯過咗咯。咁所以要證明川普需要動用行政權力宣布戒嚴，一定要有確鑿嘅證據，而呢啲證據呢，一定係司法系統通過調查得出嚟嘅。而司法系統唔作為呢，咪即係冇證據咯。呢個就係我哋嘅現實啦。哦，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好啊。好，翻到嚟 GM 看世界傑哥啊，究竟點解川普總統呢今次係簽咗第2次嘅紓困法案，令到呢個聯邦呢唔使關門呢？嗱，上次呢佢就由得佢哋關啦，關咗個幾月添。咁點解今次佢係肯簽呢？嗱，呢個咪偏偏就係講明川普係一個好在乎美國利益嘅人咯。嗱，之前佢同呢個國會眾議院嘅民主黨人有矛盾有衝突。所以嗰個聯邦開支法案冇辦法撥出嚟，咁啊令到政府關咗門啦。川普從來冇在乎過，但係今次佢點解咁在乎？寧願喺呢個600蚊同2000蚊之間爭議未落幕嘅時候，佢都照簽咗呢。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因為而家係美國總統大選啱結束，1月20號將會有新嘅美國總統上任。喺咁嘅情況下，如果聯邦政府關門嘅話，一定會對美國嘅行政系統造成非常大嘅損害。所以川普明知道佢今次大選當中佢未必能夠推翻結果，可能1月20號宣誓嘅總統係拜登，但係為咗美國整體利益，川普都係要喺呢個 moment 避免聯邦政府關門。咁但係川普雖然係簽咗呢個法案啫，但係川普喺個 Twitter 度講俾大家聽有3件事。佢話佢同美國國會達成咗一個共識。咁你聽我哋係咪好奇怪啊？國會眾議院係民主黨佩洛西控制噶嘛？佢同川普達成咩共識呢？嗱，川普係咁講嘅，佢話第一，
國會應承我3件事。第一件事係咩呢？係每個人要發2000蚊，國會會快速對呢個進行表決，單列表決。係。第二呢，國會同意我要去審視呢個通訊公正法230條款係咪要廢除。嗱，呢樣嘢呢，好多人好唔知道通訊公正法嘅230條係乜嘢。其實講嚟好簡單，我哋而家咪成日用 Facebook 啊、Twitter 啊、YouTube 嘅。係。佢哋話自己係平台。即係我只不過提供平台嘅啫，我唔係內容發佈者。但係佢已經開始審核啦，如果唔係就唔知咩黃標啊，或者甚至乎唔俾你 post 噶嘛。係啊，所以原來呢個通訊公正法嘅第230條咧，就保證咗佢哋係平台。如果係發佈者所引起嘅司法訴訟咧，佢哋唔關事嘅。係，因為佢個理由就係，如果我都冇審核權，我都冇編輯權，你點要告我咧？咁，所以呢個230條本嚟保護佢哋嘅。係。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嘅，喺大選之前，喂，亨特拜登嗰啲電腦門事件嘅醜聞等等呢啲嘢。包括川普嘅啲言論，佢全部封鎖晒噶嘛？係。咁係咪你有審核權啊？係咪你有發佈嘅一個編輯權啊？絕對有啦。如果你有嘅話，你話咩黃標你啊，又唔俾你去發啊？咁你開始審核新聞啊嘛？咁你點解仲要受呢條230條保護咧？所以冇得保護佢。咁所以川普就話呢條應該廢除，唔應該保護佢，唔保護佢係大件事啦。係。以後你同我喺呢個 YouTube 上發表任何嘢咧，有人告我咧，咁就連嗰個 YouTube 一齊告埋。係。即係連個平台都告埋。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川普同民主黨之間係有鬥爭有矛盾嘅。咁但係川普講俾我哋聽話，美國國會兩院參議院、眾議院都同意要審視呢個通訊公正法嘅230條，呢個第二樣嘢。係。第三樣嘢咧，川普話國會應承佢要關注今次大選當中嘅舞弊。嗱，呢家嘢就奇怪啦。係。因為我哋知道其實美國國會參議院嘅共和黨人咧，嗰個係好似司法委員會嘅主席阿約翰遜呢，就已經話呢個司法委員會要成立呢個專案調查今年總統大選裏面有冇舞弊。咁民主黨控制嘅眾議院當然係唔會調查啦。係啊。咁但係大家要注意，川普講嘅係國會同意咩啊？同意關注啫。咁我想個結果就一定你簽咗先啦。係。我會關注嘅。等拜登宣誓就任總統嗰陣時，我咪講聲我關注完啦，冇嘢啊。今次總統大選係非常之合法，係有史以嚟最安全最合法嘅。係啊，佢哋點噏都得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川普就係講嗱，我同國會達成咗呢3樣嘢啦。咁所以我哋啱啱翻我哋節目一開頭嘅話題啦。麥康奈爾反對咩咧？麥康奈爾唔係反對俾美國人發2000蚊，佢反對得好清晰。佢話第一，我反對你用快速表決通過。咩叫快速表決通過咧？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有一種咁嘅機制。個主席企起身問：我哋而家要同意為阿李敏儀加薪，有冇人反對？大家都唔出聲，咁即係冇人反對啦，唔使表決通過。呢個叫做快速通過，喺無反對情況下快速通過。咁如果你話有個張修橋話唔係，我覺得我都要加薪，我反對，咁 OK 得，唔緊要，全院表決。係表決結果超過咗大部分嘅人都認為李敏儀應該加薪，張修橋唔加薪過。咁所以呢個就係表決同埋唔表決啦。咁所以其實麥康奈爾而家反對嘅就係喺國會參議院民主黨嘅領袖阿舒默提出嚟嘅快速表決。咁所以一旦快速表決咧，麥康奈爾就企出嚟話我反對。我反對即係話要全院表決啦。係呢個第一，麥康奈爾反對迅速通過。第二個反對咩咧？第二個反對喺呢個禮拜嘅禮拜3表決。呢個係由民主黨嘅桑德斯提出嚟嘅。咁大家好奇怪，喂，川普都話要發2000，國會眾議院又通過咗，你點解反對呢？麥康奈爾話：我反對嘅係你哋將2000蚊單獨拎出嚟。我哋同川普嘅達成嘅共識係3樣嘢，我哋啱講咗啦嘛。綁埋一齊。呢3樣嘢喺國會一定要一齊討論，我先會去通過呢樣嘢。唔可以拆開嚟講。係啦，所以呢個就係麥康奈爾反對嘅嘢。咁當然麥康奈爾都反對話：喂，如果美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到2000蚊嘅話，咁我哋嘅嗰個國債負擔就會增加啦。我哋可唔可以睇下，俾一啲特別有需要嘅人先發2000蚊，一般嘅唔係好需要嘅就可以少發呢？咁嗱，呢個係佢嘅提出嘅一個修改嘅意見。係佢並唔係反對每人發2000蚊。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好多中文媒體嘅報導呢，好明顯佢哋想造成一種印象俾我哋民主黨嘅好人，共和黨嘅壞人。其實如果美國嘅事情係咁簡單嘅話，就唔會有兩黨制衡啦。所以我哋呢個節目點樣同大家講新聞呢？就希望大家知道咩叫真嘅新聞，咩假嘅新聞。不過我發覺咧，好多人已經係長期被洗腦啊。咁啊，我哋講嘅嘢反而佢哋覺得，你哋喺度講嘅先唔係新新聞。即係有時我真係 O 晒嘴啊。咁其實而家假新聞橫行咧，又好難怪大家嘅，因為大家成日佢習慣咗睇某個媒體，當呢個媒體
呢個冇守好自己嘅職業道德嘅時候，咁我受到誤解。所以我覺得咧，嗰單拜登咧，同埋佢嘅仔咧，亨特拜登之前嗰啲醜聞，咪全部媒體話冇嘅，其實唔係嘅。咁到今時今日，連主流媒體都翻轉頭報導翻，其實有呢件事。咁我真係希望即係大家真係去諗下、思想下，究竟之前點解呢啲媒體話冇呢件事，今時今日話有，咁究竟佢哋嘅公信力喺邊度？點解佢哋喺大選投票之前，佢哋鐵齒銅牙唔出聲？大選投票結束之後，拜登已經定局啦，佢哋先出聲，明顯有目的咯。仲有啊，呢個最近呢有單官司都值得大家關注嘅，一個叫艾薩克嘅人去告呢個 Twitter。艾薩克呢就係發現啊亨特拜登嗰部電腦嗰個電腦維修店嘅老闆啊。佢一告 Twitter 咩呢？ Twitter 話當初佢點解封鎖呢個消息，因為呢啲所謂嘅有關啊亨特拜登嘅黑材料係通過黑客盜取嘅。咁而家呢個艾薩克就告佢，你點解話我係黑客嘅？我明明係將嗰台電腦維修嘅時候，我發現咗，我明明係將個電腦交咗俾聯邦調查局，我係報案人嚟㗎嘛，我係報案人，我點解會變咗黑客嘅？咁所以佢要求呢個 Twitter 咧，好似賠佢3億嘅而家。咁當然佢未必告得入啦，但係起碼艾薩克嘅行為講俾我哋聽，呢個電腦係真實存在嘅，裏邊嘅內容係真實存在嘅。佢到底呢啲內容係真定係偽造出嚟嘅，應該由聯邦嘅執法部門去調查。而事實大選之前，聯邦司法部最起碼有3個州嘅檢察官係調查呢樣嘢，但係聯邦司法部堅定咁唔講俾大家聽，佢哋已經開始調查緊。真係我覺得真係值得去睇一睇，同埋思想下究竟點解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好，翻到嚟 Gem 看世界，傑哥啊，其實今次呢一個發2000蚊俾每個人嘅紓困方案呢，共和黨係認為其實當中有一啲嘅國家嘅一啲嘅資金呢，其實可以減省，而令到呢一筆每人得到2000蚊嘅數目咁大嘅數目呢，可以得以舒緩嘅。咁其實呢一個 list 呢，睇落上去，哇！點解我哋國家要俾咁多呢啲錢去援助其他國家呢？嗱，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話題嚟嘅。今次共和黨好多國會議員反對發2000蚊呢，其實佢唔係反對，佢覺得冇錯。每個美國人應該發2000蚊，我同意。但係你呢個發2000蚊會增加1000幾億嘅開支呢，令到我哋嘅國家嘅負擔越嚟越重。呢啲負擔重嚟重去呢，都係重翻納稅人嘅袋裏邊。到時國家又要加稅，咁所以點先能夠俾每個人發2000蚊，又唔令到我哋國家負擔增加呢？咁因為喺呢個紓困法案，我哋啱講捆綁咗2021年嘅聯邦開支法案啊嘛。喺呢個聯邦開支法案裏邊呢，真係唔講唔知道，一講嚇一跳。原來有好多錢呢，我哋係可以提供俾外國嘅。其實我睇到呢個 list 咧，真係可以話又一次 O 嘴。不如同大家分享下，有啲咩錢我哋係要使出去嘅好嘛？我睇完都唔係好知佢講乜，不過照讀啦嚇。有80億係用喺海外應急行動、全球反恐戰爭。嗱，乜嘢嗱？呢個講清楚啊！美國每年呢係使好多錢去反恐嘅，但係呢個講緊呢80億，唔係美國人反恐，海外係俾外國政府協助美國反恐。有冇道理呢？都有啲道理嘅。80億喎，但係咁唔係，但係而家川普呢4年，伊斯蘭國已經消滅咗咯，反恐已經冇咁大壓力咯，值唔值得80億呢？可以減省咯，真係。好，仲有咩呢？好，跟住17億呢係用於美國國際開發處嘅海外業務，咩嚟㗎？咁啊，即係對外援助咯。美國國際開發處就係專門援助外國㗎嘛。跟住有265億，話呢個大啦，265億用喺邊呢？用於海外嘅雙邊經濟援助。係啦，嗱，大家知道所謂嘅川普主義，川普上台就一直講，我哋要同所有國家公平貿易。但係我哋睇到今次聯邦開支裏邊呢，居然有200幾億係留翻俾美國喺同世界其他國家做生意嘅時候呢，補貼佢哋嘅。補貼人哋？我哋納稅人嘅錢拎嚟補貼外國嘅經貿，係咪覺得好匪夷所思啊？係。咁等下我哋再講點解會有呢啲咁多開支啊？我哋要講佢先。跟住33億呢係用於全球嘅衛生計劃。全球我又講緊，咁我哋咪已經退出咗呢個 WHO 嘅咩？係咯，點解仲有個衛生計劃我哋要俾錢嘅？呢個亦都講明，除咗我哋喺世衛組織我哋俾咗好多錢之外，其實美國同樣每年使好多錢去幫一啲非洲國家改善醫療啊，幫一啲發展中國家改善佢哋衛生系統啊。嗱，又係一筆開支啦。好，44億用於國際災難援助，咁又係對外援助啦。34億係用於難民援助，咁啊又係中東北非難民啦。24億用於民主計劃，
咁啊顛覆一啲獨裁政權啦，呢個美國最中意做噶啦。17億用於約旦。約旦啊嗱，呢17億用於約旦呢，佢當中係講漏咗嘅，有好多國家，包括咩埃及啊，包括呢個巴基斯坦啊，包括中南美洲好多國家咩危地馬拉等等，總共加埋約旦呢度17億，總共係用咗50億。哇！好，跟住19億係用於國際糧食援助。點解呢？關我哋咩事呢？唉，350億話即係呢個數大啦。350億呢係用於新清潔能源計劃，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嗱，我哋之前喺節目度無數次講過呢，我哋如果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呢，我哋美國一年呢要俾100幾億出嚟。點解呢度仲有350億嘅？去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環境，呢度仲有350億，唔講冇人知。呢個比我哋加入巴黎氣候協定要更加多。哇！跟住有好多啊，真係 O 嘴啊！90億係用於國際安全援助。咁同呢個反恐有冇關係呢？好似有啲關係啊。咁就係咯。咁點解前面有一筆反恐開支呢？好，跟住59億咧係用於總統嘅艾滋病緊急援助計劃，咩嚟㗎？即係非洲國家有呢個艾滋病，係咯，嘢有唔同啊，唔緊要。9.5億係用於國外嘅基礎教育計劃。關我哋咩事呢？我哋要去非洲某個國家教下佢哋點樣講母語。跟住7.4億咧係用於外國嘅教育同埋文化交流計劃。15億用於對國際組織嘅捐款。2.24億係汽車運動場地稅收減免。我真係睇完都唔知咩。呢個都好，呢個係算我哋美國嘅，係嘛？以上嗰啲呢，就全部對外援助嘅。咁喺成個法案當中，等等加埋呢啲同外國有關嘅開支幾多呢？超過1800億。哇！真係好多，後邊嗰啲我哋美國人每人攞2000蚊呢個數字。係咯，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顧咗我哋自己本土嘅人嘅生活先呢？嗱，呢個我哋就講個川普主義啊嘛。川普主義講咩啊？美國優先啊嘛。係美國優先其實唔係一個新鮮名詞嚟㗎。喺美國歷史上有個總統叫門羅，門羅提出過門羅主義。門羅主義係咩呢？就話我哋美國本土，我哋美國人嘅事。歐洲嘅事唔關我哋事。你哋中意點打，你中意點爭係你嘅事，關我咩事啫？係。正係因為喺門羅主義之下，美國先自己發展經濟，國力不斷壯大。到一戰、二戰嗰個時候呢，我哋因為加入咗呢個反法西斯同盟，所以我哋幫助其他國家打敗咗希特勒，打敗咗法西斯，我哋變成嗰個世界強國。即係呢個係一個美國點解變成一個世界強國基礎就係門羅主義，就係所謂嘅孤立主義。係所謂嘅孤立主義就係話我唔會理世界上咁多事，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好多問題要解決。美國而家唔係咁咩？即係我覺得如果美國自己本身係好掂嘅話，去幫下人，我覺得都 OK 嘅。咁但係而家，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呢，我哋咁需要幫忙嘅時候呢，其他幫人嘅係咪可以延緩遲啲先呢？因為最終呢，我講緊係我哋納稅人俾緊錢去幫助呢啲國家㗎喎。我哋睇翻幾樣嘢，第一，我哋嘅稅務負擔重唔重啊？重啊！年年加稅。係啊。除咗聯邦稅就有地方稅。連銷售稅都加州都年年加，係好啦。第二，我哋嘅醫療負擔重唔重啊？重，年我哋嘅醫療保險，我哋嘅藥費都會加價。係我哋嘅收入有冇嗰啲物價？有冇呢啲藥費？有冇啲稅金升得咁快？冇。咁所以咪就係，其實美國而家經濟出現好大問題，特別喺呢個全球一體化之下，好多製造業流走之後，大量美國人失業。喺咁嘅情況下，我哋仲要攞1000幾億每年，係去幫助其他國家，點解呢？不如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同大家分析下點解呢啲民主黨嘅議員咁中意拎錢出俾外國，好嘛？好啊，轉頭見啦。好，翻到嚟 GM 看世界，傑哥啱啱講緊呢，我哋納稅人呢，俾咗好多錢，好多稅。但係發覺原來我哋國家咧係將呢啲錢咧係大量咁去援助其他國家，咁點解民主黨啱啱你講噶？民主黨人咁中意去用錢嚟到幫助呢啲其他國家呢？嗱，民主黨人包括我哋而家當選總統拜登咧，成日講俾我哋聽，我哋咧美國係一個世界領袖，我哋要幫助其他國家，我哋要團結我哋嘅盟友去對抗我哋嘅敵人，係咪聽嚟好好聽呢？咁所以歷史以嚟咧，民主黨就好中意喺全世界各個國家去搞啲咩援助啊，搞啲咩民主基金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其實係咪佢哋真係為咗世界和平，為咗人類大同去付出咁多我哋納稅人嘅錢呢？咁不如我哋回顧一個大家都經常討論嘅一個故事啦，就係關於拜登將美國嘅10億美金俾烏克蘭嘅援助呢件事啦，記唔記得啊？係
拜登個仔就無端端俾一個烏克蘭嘅石油氣公司就請咗董事，一年呢就有50萬美金嘅收入。咁但係呢，因為呢間石油氣公司喺烏克蘭呢就有貪腐行為，咁所以就俾烏克蘭嘅檢察長去調查。拜登老先生佢當時係美國嘅副總統，佢走去訪問，佢就同烏克蘭總統講，同我炒咗佢。其實我真唔明點解佢可以去干涉人哋國家嘅事務呢？查緊佢個仔啊嘛，查到佢個仔之後好大鑊噶嘛。咁啊老豆關心仔啊嘛，咁鬼叫佢係副總統啊？鬼叫我哋選咗佢做副總統啊？好啦，當時烏克蘭總統就都好似我哋咁諗，喂，阿哥關你咩事啊？我嘅檢察長查緊我國內嘅貪腐，你嚟壓迫我。拜登話撤唔撤？唔撤，我而家嗰10億就唔俾你。哇，要挾啊！呢個係咪對外援助啊？敏儀，係對外援助嘅作用喺邊度啊？咪就係當你查我仔嘅時候，我可以唔俾援助你咯。咁你唔查我仔咪俾你咯。咁你唔查我仔，我仔咪可以喺烏克蘭攞到。大佬係我哋納稅人啲辛苦錢嚟嘅。咁所以我可唔可以解釋俾大家聽，點解民主黨咁中意海外嘅援助啊？嗱，我哋唔能夠講所有民主黨都中意海外援助，所有共和黨都唔中意。我哋美國係有一啲政治人物，呢啲政治人物往往係民主黨人，好熱衷向外國政府提供援助。咁我從拜登以及佢個仔同埋烏克蘭嗰個天然氣公司呢個故事，係咪可以同我哋解釋咗有啲對外援助其實就係呢啲政客為自己嘅貪腐創造條件？最起碼我哋睇到喺烏克蘭布瑞斯馬天然氣公司呢件事上，我高度懷疑拜登先生嘅對烏克蘭嘅所謂嘅援助就係呢個目的啦。咁所以喺今次呢個法案當中，如果共和黨人話我哋減咗呢啲對外嘅開支，我哋就可以有錢發俾每一個美國人。我真係覺得應該發咗俾我哋自己美國人先啦，係嘛？咁而家民主黨反對啊嘛，咁民主黨反對佢有個如意算盤嘅，我眾議院通過咗啦，你咪反對咯，你反對咪所有美國選民咪憎你咯，下次選舉啲票咪我嘅咯。我真係冇嘢講。我哋美國嘅政治就陷入一個咁嘅怪圈裏面去啊嘛，越嚟越多嘅人領福利，對民主黨嘅選情咪越嚟越有利咯。大家都想攞福利嘅話，大家咪將票投俾民主黨咯。所以今次呢，麥康奈爾反對呢個所謂嘅第二次紓困方案呢，唔係話反對每一個美國人攞2000蚊，而係佢覺得有好多嘢我哋應該喺國會裏邊再表決，表決過程當中有啲嘢去討論嘅，包括我哋啱講嘅，點解要俾1000幾2000億每一年去援助呢啲所謂嘅國家呢？咁不如我哋再將呢一個話題轉一轉，轉去我哋呢一個嘅新冠疫情下，一個都係受重視嘅人啦，阿福奇教授啦。咁呢個福奇呢，最近呢承認自己講大話喎。係咩？佢講咩大話？佢話呢，嗱，其實都係嘅。由疫情開始，你發覺佢呢係不停咁將佢之前講嘅嘢喺度改變，否定係啦，否定。咁我哋以為佢點講啊？唔好話大話啦，但係佢今次自己走出嚟話我講大話，其實佢因為其實佢呢啲嘅數字根本係佢作出嚟嘅，斷估嘅，咁所以就係大話啦。有啲咩呢？咁其實佢係話到呢，佢啱啱開始呢個疫情嘅最初時間，佢曾經表示，如果呢個疫苗接種咧達到60%至到70%嘅時候咧，美國咧先至能夠實際群體免疫。咁但係大概咧過咗一段時間啦，大概個零月前啦，佢喺接受電視訪問嘅其中咧，佢就話呢個60到70% 就改成70到75% 啦。咁而啱啱過去嘅嗰個星期咧，佢就接受電視台再訪問嘅時候咧，佢又改咯，將呢個數字改到75%、80%，甚至係85%先可以達到群體免疫呢個嘅功效。咁所以咧，佢就話我自己講咗大話啦。咁其實咧，佢話佢點解講大話咧？因為佢都唔知佢係斷估嘅。佢點解要講大話咧？佢話我見到有60%嘅美國人肯接種，咁我咪話70咯。等到有70嗰陣時，我話80咯。咁佢嘅意思就話，其實我係希望全部人所有美國人都接種。咁但係民意呢有個問題，而家確實有好多美國人對呢個疫苗係有懷疑嘅。佢哋對呢個疫苗係咪安全有懷疑嘅？呢啲係懷疑點嚟？記唔記得啊？咪淨係因為當初研發疫苗嗰陣時，川普話唔使1年可以研發到，跟住民主黨同埋呢啲左派媒體，包括福奇呢啲咁嘅所謂嘅專業人士攻擊川普，話川普唔尊重科學，話川普反智。咁所以呢，當時好多媒體講話，哇，喺川普嘅領導下所生產嘅出嚟嘅疫苗放唔放心㗎？大家要小心啲。
好多人就係俾呢啲咁嘅左派媒體影響咗，所以佢哋咪對川普領導下所研發嘅疫苗可唔可靠產生好大懷疑。其實我真係覺得媒體好大責任啦，即係因為媒體大事嘅報導啊嘛，係嘛？咁呢個結論係咩啊？結論就係話，當好多美國人唔相信川普領導下研發嘅媒體嘅時候，大家咪唔打咯。唔打嘅話，根本就冇得群體免疫，你少部分打咗都冇用㗎。你呢頭話疫情好嚴重，話川普抗疫措施不當，搞到咁多美國人感染，咁多美國人死，嗰頭有疫苗啦，你又用各種形式暗示民眾呢啲疫苗係川普標籤嘅，唔打得。你有冇將美國人嘅健康真係放喺你個好重要位置呢？即係佢哋喺度即係玩緊政治遊戲咯，包括福奇在內。係咯，咁今次呢，我見到阿拜登呢話自己帶頭出嚟打，即係咪自打嘴巴呢？咁嗰個疫苗係邊個研發嘅呢？請問你而家打呢個疫苗嘅時候，你需唔需要感謝川普呢？所以拜登同阿賀錦麗咧打完疫苗咧都要好尷尬咁話其實咧川普領導呢個疫苗研發咧係有功嘅。咁如果當初你哋唔係講咁多假嘢，令到好多民眾覺得川普政府領導下嘅疫苗生產唔可信嘅話，今時會唔會有咁多民眾懷疑疫苗呢？其實真係如果太少人打咧，疫苗係等於冇打過咁解。咁咪就攞歐洲已經廣泛接種啦，我哋有冇聽講幾時接種疫苗啊？起碼我而家冇聽到任何消息。醫護人員好似已經打緊，我見到打咗2個禮拜啦。幾時到我哋呢個普羅大眾啊？喺加州有冇咩地方可以公開俾大家去登記打咗接受疫苗啊？係冇見過喎。係咁，所以我唔知呢個政府真係有冇將我哋嘅健康放喺心裏面，放喺重要位置咯。無論如何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仍然要繼續咧係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啦，戴口罩啦，即係做好自己嘅個人衛生，因為始終呢個數字咧每日升高咧都係真係幾驚嘅。唉，希望呢段日子快啲過去啦。好啦，咁啊喺新嘅一年祝大家事事順利，最緊要身體健康。好，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拜拜。